其中委托的参谋电市公车路网优化成果甲出边公车客行的记者会后，针对16号在将举办的电市长选举公办政见会一事接受访问，伊表示政见会就是爱将政见讲好清楚，也好好准备，卖撇面口水战，因为用攻击语言无的确占便宜。但是我们可能会用公平式的，因为政见会是让民众凭政见是来做口水战。那其实从台北市的这个辩论里面可以看到，事实上口水战的人不见得占了2票，所以说我还是希望说回归到政见啊，连很多不管台湾投台湾委很多地方的民众，现在看政见的人越来越多，看口水战的人越来越少。但是第4届市长议员选举定11月26号举办投票，但是选会安排16号到22号期间，在北区文园、文城、原美里联合活动中心举办候选人政见发表会，包括市长候选人2个场次，议员候选人16个场次，每场次拢伫有线电视第3频道播出，欢迎民众踊跃收看。台湾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